市府为了改善台南火车站周边交通问题，规划台南转运站，提供市区公车、计程车与客运整合性服务，更荣获2018年国家卓越建设奖，入围世界建筑奖2019 WAF 交通运输类决选。觉得就是在这边搭车比之前安全很多，而且从这里转搭其他交通工具的话也更方便。我觉得来这边搭车变得很方便，而且这个车站其实也蛮有特色的，就是可以利用等车的空档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市府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经费，与丽人国小、大港国小设置360米的通学步道，确保学童用路环境及行走安全。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家长陪着小朋友在走通学步道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安心。那以前没有通学步道，会变得比较，提心吊胆，要担心车子没有来啊。那多了通学步道之后，孩子走的会比较安全，也比较放心。盐水溪桥改建工程历时3年完工，总经费约4.55亿元。改建后将桥面拓宽、桥长增加，更解决交通拥塞问题。市府办理海岸路及公园南路道路优质化工程，由前瞻计划补助2亿元，将路面及排水改善、整修和顺公园，并首次建置台南智慧型路灯，带给民众更便利的生活。和顺公园以恐龙作为设计意象，设有恐龙沙坑区与恐龙蛋造型盥洗区，让大朋友小朋友多了一处玩耍的好地方。觉得这个公园蛮有特色的，可以满足小朋友当考古学家的梦想跟欲望。北区区公所与开基玉皇宫合作，让玉皇里活动中心转变为镇北学堂，每年开设10几堂次生活美学课程，其中生活花艺课程将信徒供奉的鲜花网罗变成美丽的花艺作品。为了实现北区城乡携手、青银共创的地方创生愿景，北区区公所重新整理台南美国学校旧址，改造为青银共创市集廊道，总经费约750万元，并以 American 谐音取名为阿嬷你看市集，邀请从年轻到银发的朋友们创业逐梦，带动地方商业发展。市府结合开源市场建置爱心惜食平台，鼓励市场摊商将进货过多或是卖相不佳但可以食用的食材集中放置专用冰箱，再由社会局媒合邻近的社区照顾据点，落实惜食续食的理念。感谢有你，台南第一。